大哥回来了，去还是不去呢？去吧。小薇，之前的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到底是谁？王大哥，小薇真心相待，即便你怀疑我的身份，也不至于连面都不愿意见吧？不是我不愿意见你，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哟，这是给王大哥送吃的吧？是要给王大哥送去吗？你还真是关怀备至啊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。哎，只可惜呀，我听说王大哥这阵子都住在军营里，不回府上了。你说他这是在避着谁呢？哎，你别急着走啊。你着急也没有用，反正去得早去得晚，王大哥也不会吃的。哼，我劝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就好好劝劝你那妹妹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不想做什么呀，我就想好心提醒你，让你的妹妹别跟高佑似的，天天黏着我师弟。要不然呢，有一天我师弟也跟王大哥一样，烦了、腻了，到时候彩雀跟你一个下场。你也是吃过苦的人了，也算是前车之鉴吧。哎，你不希望彩雀跟你一样重蹈覆辙吧？莲儿姑娘，多谢你的好心，不过我也劝姑娘一句：女孩子家样貌差些不重要，可是这嘴上再不积德，嘴毒冒丑，将来啊，别说是嫁不出去，就是倒贴啊，恐怕都没人敢娶。谁说我没人要？我会有人要的，而且比王大哥更气宇轩昂，英俊不凡。哼，你可恶！站住！军营重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这位大哥，我叫小维，是来给王校尉送饭的。哎，小薇姑娘，又来看王校尉啊？是啊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位姑娘是王校尉还没过门的妻子。赶紧去通报。是。虽说将军拨了点军饷补给，单靠这些补给，再加上我平日里买的那些药材，平常无大事还好，若真遇上打仗，彩雀是妖，那小薇姐肯定也是。她是安心的妖吗？不会啊，小薇姐那么温柔，她不会那么残忍的。王大哥，
穿白色衣衫的女子很多，不一定就是小薇姐啊。这件衣服是二弟在京城专门让裁缝给他做的，仅此一件。王大哥，我相信小薇姐绝对不会是妖怪。如果她真的是妖怪的话，早就对你我下手了，怎么还会处处为你着想，对你那么好呢？小薇姑娘，王小薇让您先行回府，不必等她了。哦，小薇姑娘，这几日确实是军务繁忙，尤其是王校尉，真是身不由己啊，还望小薇姑娘能多多体谅。那就有劳大哥了，小薇明白。那我先告辞了。你是想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本尊想尝尝你做的饭。第一次喝茶，第一次品酒，第一次吃饭，都是你给我的。你想要什么，说吧。本尊定会尽力达成你的心愿。我要王英恋我、疼我、怜我，只爱我一人。你能帮我吗？你的确是让本尊知道了这人世间的七情六欲，但本尊不会像你一样被情欲所困。但从你的遭遇上来看，本尊已了解这情关之事。那是因为大人高高在上，俯瞰众生，看到的只有人世间的疾苦，不懂得真情真爱。你既然从来都没有经历过，怎能这样轻言断论？那如果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要本尊亲身经历才能体会，那本尊岂不是要累死？这人世间没有什么天长地久。所谓的喜欢，所谓的爱，只不过是一时的欲望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大人又怎样看待这一时片刻的欲望呢？有欲望并不奇怪，但被欲所困，那就是劫了。劫因欲生，你是妖，不是人。王英对你也只不过是一时的欲望罢了，他不清楚。但是你经历了这人世间的千百年的轮回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小薇看得很明白，我经历了这千百年来的痛苦，就是想能够与他相遇，与他相爱，与他相恋，与他相守。这才是爱。你错了，这不叫爱。如果爱是要牺牲自己的感情的话，你不觉得这样的爱就太愚蠢了吗？人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，其他的只不过是置于掌中，踏于足下，弃于身后。关键是看你懂不懂得舍弃。大人冠冕堂皇的絮叨了这么久，无非就是不想让小薇和王英在一起嘛。你以为我是妖，离开了他，就能和你在一起？别做梦了，我爱的人只有王英。可你爱的人已经对你心存芥蒂，你何苦还要这样执迷不悟？执迷不悟的是小薇，大人是神，无需与我这个妖畜为伍，也无需可怜我。
生也好，死也罢，是受情劫所困，还是灰飞烟灭，这都是小薇自己的选择。我既然已经选择了王一，便死而无悔。大人，这个赌局你还没有赢呢，不必高兴得太早。曼玉。你何苦要对他这样执迷不悟，不肯回头？